台语散文，怀念的报音员，作者陈洁民。10月的秋天，白露霜降，一个肃穆的节气，秋叶渐渐变黄，被无情的秋风为悬悬的树桩顶扫落。无意无我，满天随风飞舞，加添人心内的虚微。天悬悬，心情沉沉，是啥物款的意外？手飘阿舅竟然雄雄死去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阮兜无人要信，熟悉伊的人嘛无人要信。选伫这款稀微的秋天，甲大众告别，敢是伊计划好的代志？毋过，伫这款的天气离开，未免伤过凄冷；离开大家的方式，未免伤过残忍。林秋飘，一个伫中南部名声透20-30档的报音员，也就是即马大家所讲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DJ， 竟然毋知原因来死伫大安溪的水边，扑死真侪日，才互人发现。在地报纸的一角刊出这条新闻，警方以自杀为理由，草草了结这个案件。毋过，阿金哪哭哪对阮讲，手飘阿舅失踪迄一天，伊拄好出门，无伫厝内，听厝边咧讲，手飘阿舅是被几个不明人士掠走，因为手飘阿舅欠地下钱庄真侪债务，所以阿金一直认为伊一定是互地下钱庄的人害死。可惜找无证据，手飘阿舅死亡的真相，大家到今拢毋知。唉，这个谜可能永远无法度解开啊！